早就知影。兄弟姊妹，咱骗主几遍？咱的动机，咱是毋是一时安那兴奋？主我愿意，还是安那？还是还搁伫咧？主拢知，在咱的信用的旅程，无要紧，我早就知道。耶稣嘛要甲咱讲，伊嘛要甲雅各甲一个约翰讲，甚至咱知影尾啊彼得，伊早就知道彼得的三遍安那唔认主。主嘛早就知道你若是愿意答应，无只会邀请，也是你后礼拜去用选做长老执事，也是小组长、区长，也是伫志工队内面的服侍，伊早就知道你的困难，你会拄着软弱，总是主嘛要邀请你。即马重要的是，你愿意顺服吗？伊早就知道你做到一半，你就会真艰苦。伊早就知道，还未开始做，你就软心倒退。早就知道你即马还未互选，你其实心内真惊吓。总是主拢讲无要紧，稳定教育因。耶稣早就知道约翰跟雅各，伊嘛早就知道你跟我。这个杯，主要啉，咱嘛要该啉。总是坐主的正边啊倒边，毋是耶稣会当主张的，是被所批判的。咱只要做，咱虽然毋明白，总是咱相信主，伊知影咱的坎站，咱即马信仰的坎站伫倒位，伊拢知。伊知影咱需要安怎激励，伊知影咱需要安怎帮咱，需要拄着安怎代志，伊总是有好的旨意，伊总是有好的办法。你敢会当啉这个杯？你敢会当啉这个杯？甲一滴拢无剩吗？特别是这若是苦杯，你敢会当啉？平常这个内面的忧伤、喜悦、软弱，还是刚强的时候？无论性命互咱啥物，咱愿意发挥活得淋漓尽致吗？是，人生若是一杯，你是倒一杯？你的命运，你是啥物家庭出世？有迄个金杯，有迄敢若毋是杯啊？嘛有即种的，即种是安那？敢杯啊？你的命运有经过偌济人努力？咱看去新闻，迄囡仔。去用苦毒，迄都无偌久以后，伊的人生真歹过，因为去用苦毒的囡仔，伊就是一辈子都会有阴影。阮协谈敢若啥物拢要问，敢若问两项代志。头一个，这个人有被虐待过无？伊被虐待，小时候伊读册内面甲别人都无共啊，想法都不一样。第二个，他有没有吸毒？有药瘾？其他你拢免问，伊的过去你拢免问，因为你问了，你会有一个标签。兄弟姊妹，这敢性命？这杯敢真正是杯？这杯连徛都徛袂牢，这敢算杯？这个人的命运，你会讲，我说我可能是迄个，也是你唔敢甲人讲，甚至这个破壳的，主今仔日拢要邀请咱，你的性命，你若是你的命运，看卖啊，你的杯，若是这杯，你一生中间拢咧互人牛。你做诶代志拢咧互人看，咧互牛，你到底做好啊毋好？你也做好啊毋好？你若是即种命运诶人，咱来握住咱诶杯，咱来看，咱诶命运中间，搁一边有上帝眼光，看见上帝心意，咱愿意就安尼诶命运中，主要安怎互咱有新诶，主会当反转咱诶命运，互咱诶命运无搁共款，或者是伫即个杯中间。有真侪忧伤，嘛有喜乐，总是当咱愿意认真好好啊看伫上帝面前看的时阵，咱就有盼望，因为主要帮助咱。咱若看见主邀请咱的服侍的路，咱就看，甲众人安那具备。
咱伫迄书中啊，谁爱举杯？毋是安尼啉尔，因为举杯有分享，有安那，有祝贺，有分担的意思。刚好伫咱的即个团体，咱教会中间，咱每一人无共款的命运，总是咱有共款的疼。咱若是主甲主一样的，是上帝的囝儿，主伫你的命运中间要做新的代志，要真做祝福，阿妹吗？你的命运的改变，你互人安那迄落拢无要紧，因为主要赢过遮的。刚好咱看审查，咱看咱的杯，咱搁举杯，咱彼此来安那来祝福，咱彼此来分担。举杯了后，就是来彼此分享，来爱啉落去。生命中，上帝让互你的。你若是后礼拜去用选到，也是牧师邀请你来做区长、小组长，做各种的同工服侍的，无分大小，敢好？咱看今仔日手中上好，有迄一支较大支的，也有迄较细支的，总是若是欠一个，请问老师会好听袂？袂，每一个拢足重要，对无？兄弟姊妹，毋好想讲啊，咱教会有一个。姊妹，伊一定伫下课时阵咧门口咧分单张有无？请问伊敢有啥物资份？无嘛？敢有人讲啊，甲你案例你互做啥物？无，但是伊为啥做？咱有一个同工专门咧服侍长老哦，即个时间咧楼骹讲道，伊是长老咧楼骹为啥讲道？皆有。恩有，你要入去下骹看卖无？这就是上帝予伊什么杯？伊讲主，我愿意。咱也杯彼此祝福，彼此分担，然后咱就来啉。毋是干那有即个积分，好啊，我互选啊，好啊，我接受啊，无输 OK，总是开始做工课的时阵，安那就 KO 啊，是毋是？咱毋是干那祝福爱啉落去，咱有一个兄弟，伊对酒的过敏，啊人就好意甲停，啊伊无法度共拒绝，啊人也敬酒的时候安那，伊的酒愈啉愈济，是安那，内面有伊的喙烂，伊啉落个吐出来，啉落个吐，愈啉愈济。兄弟姊妹，咱的性命好好来看上帝要爱咱做啥物，咱敢会当甲主斗阵来啉这救赎之杯。耶稣的杯，毋是胜利的杯，毋是死亡的杯，是生命的象征。刚好咱握起，好好审视自己的生命，举起，彼此祝福，彼此分担，而且爱啉落去，互咱拢伫一个救赎的道路上。当然，这中间一定有软弱甲刚强，是你伫软弱的时阵，你啥时软弱，啥时有主。成做你的快乐，成做你的刚强。你毋明白上帝的心，就亲像这文图，头一遍拒绝，啊，搁接被主要求，毋知影，搁毋敢问。哇，第三遍吼，啊，搁抢着要爱安那，抢着要来做左边右边，啊，其他10个都生气啊。吼，你哪会使安尼偷跑嘛？10个文图讲安那，生气内面是啥物？嫉妒。我哪会无较早想到啊？互因即2个。跑先呐！兄弟姊妹，咱毋知主的心，伫即个表内面，咱会当好好啊来看。即内面有咱的甲主的关系，毋是干那文图。主捌叫你一遍无？你若袂明白，亲像头一遍伊讲要行的路，你若袂明白，总是伊伫甲你讲的话有安那，打开始你听无，甚至拒绝。第2遍。佮甲你讲，你要求，因为你袂明白，甚至毋敢问。第3遍，兄弟姊妹，打主要第3遍要问你，甲我。伊讲啊足清楚，主袂互你一个邀请，一个呼召，啊无明无白，无甲你讲，无，伊愈讲会愈清楚。只要你讲主啊，我愿意。伊就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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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伊早就知道，早就知影你甲我几样，早就知影你甲我
会当做偌济，总是咱若愿意放伫主内面，就亲像迄五饼二鱼，要成就的，要饲5000人，你毋敢想讲哇，我太会使做即种代志，我太会使做即落服侍。主知影咱袂话，总是伊愿意来祝福咱，特别伫天国内面，咱会当得到即个福气。所有的门徒拢希望家己最大，总是主要甲咱讲，伫天国内面有即个福气。做大的就伫地面上爱亲像萝卜一样，咱会欣赏别人的价值，而且知影工作无迄个上细，无讲啊，迄个无重要。咱坐一家嘛就很重要，对吧？我们坐在这里重不重要？如果下面都空空的，你敲了有困难无？无啊，敲要敲我想。所以咱做伫这中间认真听嘛足重要，敢好？咱拢每一个人做无共款的，耶稣知影咱毋捌。所以先做示范，伫咱读的福音书内面，耶稣足侪的示范，伊家己先被精选，吼，毋是咱家己讲哦，我要做，我要做。咱后礼拜每一个长老、执事，每一个同工的选，拢毋是家己自愿的，拢是主感动你，你无讲我无爱，主就用你的愿意，用你的愿意。你就会天天得意，阿门吗？阿门。你讲哦，我那真正的吗？真正相信，无输相信上帝。咱愿意做伫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会天天得意，顺服到死。这是主的心意。或者我毋知要安怎做，只要我讲好，我对就是对啊，对甲主，我知。人的尽头就是主的起头，主正做迄个咱的中间的，而且来服侍迄上帝。咱斗阵来读即句，请。但这个今日既然三重有血肉的体，伊本身也平平有，要用死来废无有死的权势的。咱的主本来是上帝囝，愿意真侪人。甲咱共款有肉体，愿意替咱死，要爱互安那来拯救咱，互安那即个死对咱身上无安那无功效。毋是咱人的身躯袂死，是咱死了后，咱有永远，咱袂无永远的死，因为咱是伊的，咱是伊的囝儿。你捌去过迄个免税商店咧等飞机的时阵无？你会看到足侪咧卖酒啊，咧卖香水啊。我就是一边看到讲啊，迄两个囡仔吼，敢若很过动，踮咧走来走去。啊，伊个囡仔，伊个老爸吼，伊个老母就要安怎讲，就有爱的教育哈，啊，就甲因两个叫来，好好啊讲，我甲你讲哦，吼，毋是咱佳宇啦吼，我看毋是啦。啊，我甲你讲哦，恁两个袂使乌白弄哦，这种玻璃哦，香水啊，搁酒哦，吼，啊弄着会破去哦，吼。我甲伊讲吼，无3分钟，我滑头尔，因爸母嘛滑头尔，啪，啥物落来啊？几摆？毋是即摆，即摆过来咧。迄爸母的面啊，安那青顺顺，敢若温节长老穿迄领衫，然后爸母就行过。把伊个囡仔押来，押去迄个收银机遐，请问遮拢总爱偌济钱？收银员哒哒哒哒，那拢袂停啊，一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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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拢做几万，会使刷卡袂？我无带他这些现金，啊，没问题。是安那，即个老爸爱付即个钱，伊是遮囡仔啥？老爸。我无输，我敢会替伊付？敢会？袂啦，像王长老你莫点头，我足惊。我出去拢毋敢穿即领，我袂替伊付。伊个老爸才会替伊付啊！咱的天父会替咱付袂？咱欠的债，伊拢替咱付，互咱重新开始。咱的人生可是互人。糟蹋甲无要紧，兄弟姊妹，只要你洗礼，你真做上帝的囝儿，
你就人生无共款。过去的代志可能无法度改变，总是安那，你有新的意义啊，是毋是？感谢主哦，互咱安那，因为主道成肉身，而且伊真侪萝卜的款式，互咱学伊一样，伊做真侪的代志，伊毋是干那咱信主就好，咱的主做足侪代志呢。所以稳定毋是讲稳定甲做代志无关，稳定甲做代志真有关。咱来看咱的主做啥物好？请耶稣遍行才会成，才会相写，伫因的会堂甲世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但样的镜头，但样的病痛。咱的主耶稣一直拢咧工作。所以兄弟姊妹，请你唔通讲哇，主听我为我备办，所以一切说我免工作，唔免工作，毋是透过工作，咱会当显现上帝的款式。咱教会做真侪的事工，人就认捌这位看袂到的上帝，阿妹吗？因为咱的主伊嘛工作，咱就爱对伊起来服侍，而且咱来对伊安那替人来洗脚。咱斗阵来读即句咁好，请我做主做先生，也搁甲恁洗脚，恁也着三工洗脚，因为我已经用模样，互恁照我对恁所行来行。感谢主，互咱的一生，咱即杯咱的命运中有主甲咱伫地，教育稳定，咱就会当来学主安那成全托付。荣耀上帝，这就是咱的主耶稣伊的款式。咱来读伊的款式，请反倒拼空家己，取萝卜的形象，真侪人的样相，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家己。这是咱的主，伊为着就是真侪萝卜的款式。耶稣这个萝卜的款式。伫差不多几十年前，互即个管理学家因去用，所以因安那成立一个学派，叫做仆人式的领导。兄弟姊妹，当咱互人选做上帝的工人的时阵，后礼拜咱是真侪去用选起来做中级，也是区长、小组长，也是其他的服侍，咱唱圣歌队也好，招待也好，不管咱做啥物代志。咱拢来学主，咱真侪萝卜的款式，求主亲身来引带咱，伊来竞选咱，毋是安那，毋是咱竞选谁。求主，互咱有伊的意向，互咱愿意安那卑微，咱愿意真侪迄个正人的萝卜。虽然咱伫一人之下，保罗讲，我们在一人之下，咧主耶稣的之下，总是咱因为主听咱，咱嘛愿意真侪安那。正人的萝卜，咱是上帝囝儿，一人之下，总是咱愿意真侪正人的萝卜。当然，萝卜会拄着真侪软正困难，咱嘛会软弱，咱会感觉受伤。我会好意结果尾安那，去误会，会有即落代志的。会因为咱拢罪人，咱只不过咱是蒙恩的罪人。这个人叫做胡塞尼，伊伫伊朗是伊朗的教会界的领袖。总是有一天，伊去因的政府掠去，脏去，讲伊传福音，迄个所在袂使除了回教，袂使传福音。伊去掠去干干，当啊互掠去的时候，伊逐工拢学了上帝，学啥物？学即个《使徒行传》遐门徒，感谢主，学了上帝，一工两工，一年过去。伊还佫关伫遐，伊就开始真艰苦。主啊，我为着福音嘛缘故，是安那你互我即马陷伫监狱中间。主啊，我回应你，当初敢会是我听毋着？袂，当你回应主讲有我愿意，袂，毋是听毋着。只要是甲主耶稣的本性有关的，荣耀上帝，对人有帮助的，拢是对的。这胡塞尼，伊就是毋甘愿甲主逐工祈祷，甚至要禁食、禁食无爱食，要甲主安那拼一个。主安那甲伊讲，主亲身甲伊讲，你毋通阁自私啊，只想着你家己，这无关乎你的代志，是关乎我主的代志。看看你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咱伫埋怨中间嘛，
咱伫过去服侍受伤中间嘛？咱关伫迄个感觉是咱心内感觉中间嘛？主嘛要对你讲，毋通阁自私，干那想着家己受伤，家己会软弱。这毋是关乎你的代志，这是关乎主的代志。看你身躯边的周围，一心顺服去看，哇，家家拢需要福音。兄弟姊妹，你回去，你看你厝的人，回去看你家庭中，看你学校中，看你工作的所在，看社会，你就发现这拢是主的代志，主就护掉你。古赛年伊就伫个家学中间，伊就开始人传福音，特别是迄个管理因的家学的人、犯人的人，伊受伊个互主感动，诚做基督徒了后。伊嘛毋敢唱行，毋敢大声讲，你讲的迄吼，无一本圣经来看，家哪有可能有圣经？无可能啊！拢你咧讲，阮拢毋捌看过。即个家的迄主管咧管理的人，就甲伊教一个方法，讲无安尼好无？你叫恁遐外口的人甲即个圣经贴一页一页，要爱用英文的哦，因为伊朗的人有很多都看不懂英文，甲翻做甲英文的圣经贴做一页一页。当作教材甲书信寄入来，因收到的拢安那，毋是规本的圣经，是一张一张。然后伊用这英文的，伊再搁找会晓翻译伊朗话的人，翻译成因的话，所以因即马家家内面已经一张一张有一本圣经啊。兄弟姊妹，主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互咱发生伫咱心中。咱敢愿意顺服，讲主啊，我愿意，互你用，我的性命要互你用，互人会当得到利益，会当互主荣光，互主的荣耀归伫主。咱跟对主的脚步来行，敢好？咱忠心来，忠心做到死，嘛无爱死得活，敢好？互咱人生为主耶稣来精彩。咱学主的款式，主就是用领导，主诚做咱的领导，伊要互咱诚做有影响别人的开达。咱要调阵来唱一首歌来回应咱的主，就是甲主做伙行。兄弟姊妹，你要互主来影响你，你搁去影响别人无？你愿意吗？请咱起立。
兄弟姊妹，耶稣嘛要邀请你，嘛要挑战你。伊所啉的杯，你会当啉吗？你若是愿意甲主斗阵来啉，这毋是苦杯，因为已经赢了。这个杯是救赎的杯，这个杯是祝福蒙福的杯，这个杯是要互人得到福音的福气的杯。你愿意甲主应讲：主，我要，主啊，我知我软者，主啊，我知我可能做袂到，总是主，这时我愿意。你若是愿意，因也无事要邀请你，邀请你，把你的手放伫你的心中，你会跳的心中。讲主，我愿意，我一生要互你助力来用。主，我愿意，我袂死在活，我要活到死。每一天拢要活出精彩，每一天拢要活出有意义。主，你要甲我斗阵，主听见了。阿爸天父，阮感谢你，迄苦杯你已经啉了。当阮得到这个救赎的杯，主，阮嘛得到主你呼召，你要互阮生命更加精彩。主，你要互阮的生命甲你的生命斗阵合起来，互阮的这个命运，互伫主你的手中得到长势，互阮的生命无甲同款，阮的命运无甲同款，阮的命运是要来荣耀上帝，要来对人有利益，活出迄个精彩。感谢你，互阮有期待；感谢你，互阮愿意来活，为主来活，因为主。你为我死，我让你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落去。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起立。亲爱天父，疼痛的主耶稣，圣神，阮爱你，我们学了你，感谢你，哈利路亚。天父上帝，多谢你今仔日透过老牧师，搁再一次的提醒阮，主耶稣，阮应该爱学你的模样。你来到这个世间，你已经为阮有真做真好的模样，要互阮看。主耶稣，求你帮助阮，互阮真做你圣洁，要荣耀你的名的器皿。主耶稣。阮今仔日要奉献阮的时间、金钱、财物，伫未来时间，继续互你来使用。阮的祈祷，拢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圣，咱要为着三事来祈祷。头一项，咱会通回应上帝呼召，接受挑战，学习诚多耶稣的款式。咱为着这继续有小组长的训练，装备这领袖来祈祷。今仔日中集会、圣诞节的筹备会，还佫有咱后礼拜要调开啉酒会员好会来选出4名的长老6名，接受咱开声同心来恳求。这个主任是敢若叫阮做啥物，服侍啥物。你先听阮，你先做互阮看，你先真做阮学习的模范。愿你帮助阮透过阮的恳求祈祷，有属天的智慧，甲回应主你呼召的心。透过小组长的训练，真做合你心意的领袖，引带搁较侪人透过小组。来得到主你的恩典，也愿主你来祝福今仔日中七会圣诞节筹备，也是后礼拜的会员好会，拢有主你的同在，圣神感动阮，知影要安怎伫遮来拣选出，互主你欢喜使用的工人，祈祷感谢，靠耶稣圣名，阿门。大家平安。咱先来介绍头一遍在咱中间介绍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这个兄弟姊妹。头一位是是林素华，就是咱的是圣红长老的妈妈啦吼。伫后壁咱甲拍拍，因为坐伫轮椅吼。感谢主吼，感谢主，经过久久替伊祈祷啦吼，也伫认捌主吼，虽然伫病痛中间，总是看伊气色愈来愈好。90外岁吼，90外岁总是上帝恩典要教也伊用，相信有一天要领受即个救恩。阿门。第一位，咱要来欢迎对中国来的许万娜牧师因夫妇伫咱中间，咱个欢迎他们。来，其他毋知佫有头一遍伫咱中间。江长老，江上长老是无？来，江长老，起来，咱来欢迎个哦。咱继续为着伊的身躯来祝福来祈祷，佫有无？
好，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伫咱的周报的第1页，咱后礼拜要召开临时会员好会来选举4名的长老、6名的执事。请咱来出席。如果你若无法度出席，请你甲小组长也是书记社会书记跟荣誉长老来提出请假。咱看即个污点的部分吼，后礼拜咱照小组的即个名单伫遮来座位啦吼。尽量咱也尽量除了服侍当间，其他尽量参加伫第2场的礼拜。参加第1场礼拜伫礼拜后咱的小组长会点名，然后发选票，互你来可选了后，投入是票柜。参加第2场的礼拜10点15分开始咱小组长就点名发票可选，投入票柜。10点半了后，来到伫咱中间的请伫2楼的招待所在来领票，可选了后投入票柜，进入来做礼拜。长老甲区长咱伫9月9点20分，伫4楼召开这小会，小组长参加第1场了后来协助咱的点名甲分发选票。所以请咱注意请咱注意。10月初四，咱要举行今年度的第6遍的圣礼典，所以你若有感动要报名洗礼的请咱伫10月21前，甲牧师也是甲咱的干事来报名鼓励你掠条即个上帝要互你的即稳定的机会。咱3点会召开中执会，请咱中执有上过小组长的你嘛会当来来学习啦牧师会伫遮来教小组长了后，咱会来召开中执会。传道部伫开中执会了后，请各部部长甲区长来出席召开圣诞节福音布道的筹备会。咱社区如果你若有报名伫拜四的关怀活动福山植物园甲咱的家人的精英湖有报名的请咱7点伫教会集合，7点半准时安怎开车啦你若无够要安怎？家己去想办法啦咱合作社要伫后礼拜有开即个第2次的社员双年的教育，所以伫下昼1点伫教会2楼来召开有摸彩所以咱若社员会当准时来出席。咱看具体消息的部分，3位牧师会伫拜1到拜3到日6港来上圣经的课程所以伫这中间若有啥物紧急事会先当联络咱的特州的长老。其他请咱家己来看咱楼骹迄个青年因为要参加1919的挑战营啦所以因爱有一个任务，就是募款。募款了后，这个款项是要帮助这个弱势家庭，也是讲急难的这个家庭所以因今仔最后一遍伫楼骹有这个单位会当去甲因鼓励啦因靠家己伫遮来募款，然后来参加这个挑战营。咱来看今仔日的，咱来介绍介绍咱来介绍执事长老甲执事咱的候选的名单。来长老吴希敏兄弟执事，若在场有来请你就徛起来好无你分下长老伊参加第1场洪翠玲，好啊，好，康德恩，好来下一个。庄凯安，这拢第1场介绍过啦伫楼顶。来再来，
许书成，这嘛伫迄个7楼吼。陈立志，伫迄个音控遐吼，恁想象伊的模样安尼吼，迄相片吼，来单名哦对了。好，黄志香长老，黄志香对了。廖尚伟对了，伊是做第一场的吼。来，蓝敏和，应无伫顶管吼。好，接书的名单来。啊，张怡哥吼，张毅有无？啊，邱元医师啦吼，伊这种做第一场吼有介绍过。汪炳宏嘛第一场有介绍过吼。张木轩哦，个青年啦吼。张端荣有无？啊。许书成哦，陈宏满，好不？好，佩仪有在吗？好，佩仪在楼上哈。好，谢志鹏哦，第后壁哈，第后壁。啊，谢秀凤啊，秀凤姐。来，严于熙，啊，第一场有参加第一场啊，哈。好，即几位的候选吼，啊，若无清楚伊的资料拢搭伫公布栏，会记得咱倒转去祈祷，吼。即礼拜若接电话讲你爱选啥物选啥，莫听伊，吼，听上帝声，爱你选啥物人吼，这较正确吼。伫遮吼，咱的资料拢。伫公布咯，请咱家己伫遮来中间来祈祷，选出后礼拜选4名长老6名的执事吼。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做伙来。耶稣应讲：恁所求的恁毋知，我所要啉的杯，恁会啉吗？应讲会。马太福音20章22节，搁一遍。耶稣应讲：恁所求的恁毋知。我所要啉的杯，恁会啉吗？应讲会。马太福音20章22节。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396首，搭配散会求主赐福。吟诗所请老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临到只要愿意相信的人的身上，甚至因的家庭。愿天父上帝永远无改变的听，真做阮日日的帮赞甲祝福。愿即时感到阮的圣神，真做保惠师，甲恁正人直直。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
请坐。咱也欢迎齐新的牧师娘吼，陈淑芬老师咱用简单甲欢迎吼，参与伫咱的服侍，来教导咱吼。咱的礼拜就到这完上帝所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欢迎咱会通到伫楼骹来享用爱餐。小情团暂时莫离开，咱做伙翕一张相。